各位大家好，咁今日咧就都有一段時間冇見大家啦，咁因為之前咧有其他工作嘅關係啦，咁所以咧暫停咗少少拍片嘅工作，咁但係咧其實我都仍然好希望咧係透過網上嘅平台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對於管理啊、領導啊、歷史啊甚至乎一啲法律嘅睇法。咁今日咧亦都係一如以往啦，咁就會從一啲歷史嘅觀點又去睇下咧點樣去應用喺一啲企業管治當中啊。咁我相信近排咧比較講得多嘅咧，可能就係立法會選舉啦。咁選舉，我哋之後都會講到一啲同選舉或者其實古代嘅選舉叫做察舉有關嘅。不過我哋今集咧就暫時唔提呢一個呢個範疇先。咁反而咧就會想講多少少關於唔同嘅階層嘅管治。嗱，頭先講到選舉，咁選舉必然有涉及到唔同嘅層面啦。咁但係我更加有興趣嘅就係呢個一個結構或者唔同嘅層面點樣喺一個企業嘅運作或者個組織嘅運作裏邊咧做得更好。嗱，我哋要明白就係咧，其實個社會係由大大小小嘅企業、大大小小嘅組織組成。咁所以管理好唔同嘅企業，管理好唔同嘅組織。嗱，呢啲組織或者呢啲嘅機構咧，未必一定係賺錢嘅，可能係一個非政府組織，或者可能係一個社福機構。但係佢其實都好似一個企業咁樣，或者你叫法人或者可能係一個團體，其實咧都係好相近嘅。咁今日咧就想講下究竟點樣透過歷史嘅經驗咧，擺喺一啲企業嘅管治裏邊。咁大家可能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位歷史人，一個歷史學家啦。咁我想讀歷史嘅同學或者讀歷史嘅朋友咧，係一定會聽過㗎啦。咁就算冇讀過歷史嘅朋友咧，都可能會聽過就係許賽雲教授。咁許教授咧就啱啱喺今年嘅8月就過身啦。咁其實許教授咧係一位將歷史應用喺商業、應用喺管理嘅其中一位先鋒級嘅學者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咧都受到許教授一啲書籍嘅影響，去繼續讀工商管理。咁所以為咗對許教授嘅致敬啦，又亦都希望咧係透過許教授嘅一啲概念咧，係可以進一步去推進咧對於管理組織領導呢方面嘅一啲睇法，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日咧就想由一個中國好重要嘅時代開始，就係西周。咁先講下西周。西周咧，我哋可能都睇過《封神榜》啦。咁關於可能係周武王、周文王或者可能姜子牙直鈎釣魚或者可能係即係雷震子、哪吒呢啲咁樣嘅人物。咁傳統嚟講咧，我哋都會有一種褒周就貶商嘅一種歷史概念啊，即係覺得商就係因為佢哋係商人係失德商就係暴君又有袒己等等。咁而周咧就因為佢有德行啦，咁所以咧周就得天下啦。咁但係如果從一個組織領導而唔係從一個治亂興衰嘅角度咧，咁其實周咧本身只係商嘅王國裏邊一個好細嘅部分嘅啫。咁我哋可以見到，無論喺軍隊嘅數目啦，無論喺嗰個文化嘅高低啦，抑或係嗰個人口嘅數量咧，其實周咧都係不及商啊。商其實係大過周好多。如果我哋用企業嘅角度咧，其實就係一間小嘅企業咧，去食咗一個大嘅企業，或者一個細嘅組織咧，去食咗一個大嘅組織。咁點解周可以做到咧？咁有幾點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周係第一個好重視用關係去建立統治。我哋叫呢個制度叫做宗法制度。佢用一啲因為周嘅皇室係姓姬嘅啦，姬昌姬發啊嘛，咁所以嗰啲姬姓嘅族人咧就會分封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做領導嘅。咁呢個我哋叫即係分封建國或者叫聘凡諸侯啦。咁就用呢啲唔同嘅人咧就建立咗周室喺唔同地方嘅力量。呢個第一。咁但係頭先講啦，因為周本身就係比較細啊嘛，咁佢點樣管理咁大個商遺留落嚟嘅一個即係幅員咁廣嘅一個地方咧？第一，佢就冇防範商嘅
後人嘅喎。佢喺一啲考古或者歷史嘅考證裏邊咧，我哋發現咧，周嘅軍隊裏邊咧係有好多商嘅遺民嘅，商嘅人咧係有加入去周裏邊去擔任軍隊。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哋發現咧，喺周之前咧，中國同其他嘅民族一樣咧，係冇乜特別自己重視自己嘅宗族同埋家族嘅。咁但係咧，由周開始，我哋發現就佢哋好重視自己嘅家族，好重視自己嘅宗族。嗱，呢一點其實影響到今日嘅中國㗎。我哋見到近排好多電視劇啦，嚇都係同家族企業有關㗎。香港講緊家族辦公室啦。家庭可以話係中國社會或者中國企業嘅一個重要嘅基本單位，而咁重視家庭、咁重視宗族、咁重視血緣、咁重視世世代代嘅繁衍咧，其實係由周開始。咁而周咧，除咗係吸納翻前朝嘅一啲遺民加入佢嘅軍隊同埋統治之外咧，佢亦都透過一樣嘢就係通婚。基本上嚟講，中國咧係到而家咧都唔係好鼓勵咧同姓通婚嘅，即係大家同一個姓氏，甚至乎同一個族。點解咧？因為由周開始咧，就希望咧周嘅族人係可以向外同其他性別、同其他冇關係嘅人咧係建立姻親關係。然後建立咗姻親關係之後咧，佢就加入咗姬姓呢一個。呢個周王國底下咧，就成為咗同周有千絲萬縷嘅關係，成為咗唔同嘅地方嘅統治階層或者係領導階級。咁呢個就係許教授所講嘅上層嘅堅形，就係堅實同埋凝固，就係周不斷地建立。仲有第三點就係周咧提出一個概念叫天命。天命呢個概念非常特別，就係話因為商人係失德。而周係得到上天嘅委派，佢可以領導呢個地方、統治呢個地方。呢個天命咧，即係代表係冇所謂嘅黃金家族㗎，冇話特別邊個皇族係可以千秋萬世，萬世一係冇嘅。只要你有德行，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得天下㗎啦。因為你失德，因為你得唔到人民群眾嘅認同，你就要即係退位讓賢啦，呢一種其實係好現代嘅諗法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中國咧，其實係比起其他周邊嘅民族有一個較為早熟嘅情況嘅，喺政治方面或者領導方面就係有一種係用即係叫做以德以能力去判斷邊個做領導者嘅。咁咧就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佢就可以建立一個強大嘅領導階層啦。咁呢度咧，我想用一個企業嚟做例子，一個反面教材喎。咁就係喺大概係20世紀初嘅時候咧，咁就喺加拿大蒙特利爾咧有一間嘅雜貨鋪咧叫 Sam Steinberg。呢間 Sam Steinberg 咧，佢本身其實就係由匈牙利移民去加拿大嘅一個家庭，佢係猶太人嚟建立嘅一個一個雜貨鋪。佢本來就咁叫 Steinberg 或者創辦人咧叫做Ida Steinberg， 一個女人嚟嘅。咁佢其中一個仔咧叫做 Sam Steinberg。咁呢個仔咧好叻嘅，佢就將呢個 Steinberg 呢間公司咧就越搞越大。但係佢就冇周人呢一個嘅包容啦。佢係非常排他嘅呢個 Steinberg，呢個 Sam Steinberg。佢咧就只會用翻自己屋企人咧係去擔任呢個企業嘅領導層嘅啫。咁由呢間公司，呢間 Steinberg 呢間公司或者叫做 Steinberg 嘅 department store 咧，就越嚟越擴展，就擴展到咧唔同嘅地方都有。咁但係佢都係繼續委派 Steinberg 呢個家庭嘅人落去做，而其他唔係 Steinberg 呢個家庭嘅人咧，就只能夠係協助呢個家族下邊嘅一啲子侄一啲後代或者一啲嘅一啲嘅家族成員去擔任領導。所以就令至到咧非家族領導人嘅人咧，其實對呢一間公司咧係越嚟越失去歸屬感。佢覺得自己冇機會上位，佢覺得自己冇機會喺呢個機構裏邊晉升。而反過來咧就係由於你只能夠用呢個 Steinberg 呢家人裏邊嘅家族成員做唔同部門嘅領導層或者唔同分店嘅領導層咧，其實佢哋嘅人數有限。第二就係唔係每一個嘅子孫咧都適合做生意啊嘛。咁所以慢慢咧就令到個領導能力越嚟越低。而 Sam Steinberg 咧佢自己嘅領導方法就係佢樣樣都親力親為，係親力親為嘅，即係咩咧？乜嘢都要親自去前線嘅，所有嘢都係自己領導嘅。好啦，到佢70年代過身嘅時候咧，其實係揾唔到另一個強而有力嘅人咧去接 Sam Steinberg。
咁所以都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咁所以佢哋嘅企業咧就唔能夠繼續延續。反過來啊，就係一啲非家族成員裏邊嘅人咧，即係一啲唔係 Steinberg family 嘅人咧，其實係有一啲企業嘅即係好出色嘅人才。咁最後咧就係由員工去透過各種嘅方法啦，裏邊都有啲複雜嘅，咁可能成立咗另一間公司啊等等，最後就係買咗 Steinberg，而 Steinberg 嘅後人咧就冇再繼續呢間企業啦。當然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內容啦，咁有機會可以之後同大家分享嘅關於 Steinberg。但我想帶出嘅一樣嘢就係話，今日我哋想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就係話其實我哋講緊香港講家族企業，講緊 TVB 嘅戲裏邊有好多同家族企業有關嘅內容。咁其實我哋應該要反過來從歷史去睇咧，就係其實由中國嘅西周我哋可以話係一個最早期嘅先秦時代啦。其實佢已經有一個非常之有智慧，就係要擴大佢嘅領導層，唔一定淨係計血緣關係，唔一定淨係計一啲所謂嘅家族成員。可能最高嘅領導係，但係你下邊要吸納唔同嘅人，甚至乎可以係你曾經嘅手下敗將。可以係完全同你冇親屬關係，但係透過其他方法去建立聯繫嘅人，否則你就會步 Steinberg 嘅後塵咧。咁你嘅企業可能一代最多可能去到二代咧就會終結。咁希望呢個少少嘅故事咧，可以同大家有啲嘅分享。我哋之後再見，拜拜。